报道学台语甲手诶动作相关诶课录制第38集186条。我用指头翕铁钉就是我用手指头摇动铁钉。下面有4字要来选，第一字读做协，协调诶协第二协，第三字协，威胁诶协，第四字 A 就是很狭窄那个 A。187条，摕斧互伊清气，就是拿橡皮擦擦干净。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斧斧，第二字斧，第三字读做切，第四字读做夫。188条，实在受冻不起，爱紧甲伊扶起来，就是赶快把它扶起来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虎鱼虎肉虎的虎，第二字读做扶，还是读做抱第三字读做扶，第四字读做浮用的浮啦189条，鸭咧压水，鸭子在划水。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喔还是喂，第二字读做鸭，第三字读做背，第四字读做鸭鸭种的鸭。190条，阮细汉真爱耍牌若输的人就爱互人摘耳就是输的人要给人家弹耳朵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踏，小踏的踏去踏着的踏第二读做摘，第三字读做弹，第四字读做落。好，感谢各位收听。